打開份閱讀卷嘅時候，你係咪第一時間就由第一段開始，逐隻字讀到落尾？讀完第一段唔知佢講乜，讀到最後一段甚至唔記得咗前面講緊啲咩呢？如果你係咁做嘅話，其實你已經跌入咗考評局嘅一個陷阱。DSE 嘅閱讀卷咧，從來都唔係考你點樣閱讀文章，而係考你點樣理解成篇文章。而今日呢條片咧，我就用幾分鐘教你打開卷一嘅時候，我哋應該要點樣做每一個步驟。第一步，當老師宣布叫你 check 卷嘅時候，你要好快咁檢查一下自己有冇印漏，先要睇3樣嘢。第一樣嘢咧就係要睇甲部範文嘅長題目啦，等自己有個心理準備，一陣要答啲咩嘅內容。第二樣嘢就係要睇下閱讀理解嘅標題，因為 DSE 嘅閱讀材料標題通常係一定會同你嘅文章主題有所掛鈎。睇完標題之後嘅時候其實你大概已經知道成篇文大概想表達啲咩。但係當你如果睇晒成個標題，你都估唔到成篇文想表達啲咩，你就睇第3樣嘢。就係篇文嘅最尾嗰幾段，因為篇文最後通常都會有好多作者想表達嘅立意、主旨同埋思想感情。其實好簡單啫，我哋作文嘅時候，我都會喺最尾嗰幾段嘅時候先嚟升華，甚至係表達成篇文想表達嘅道理。你喺 check 卷嘅時候嘗試喺呢1分鐘入面，嘗試速讀一下最尾嗰幾段，嘗試確立到成篇文章嘅主題同埋方向。總結而言，做閱讀理解第一步就係要喺開卷之前，你已經確立到成篇文章嘅主題立意。大概確立到，咁一陣開卷嘅睇文嘅時候就會比較輕鬆，因為你已經大概知道咗成篇文想表達啲乜嘢內容。第二步啦，開卷嘅時候，我哋千祈唔好睇文章，先睇題目。題目其實就係你睇文嘅指引。通常DSE 嘅出題順序就係同你文章順序一致嘅。例如第一題問嘅嘢，通常就會係1至3段；第二題問嘅嘢就會喺4至6段。所有嘅問題其實都係會按住成篇文嘅 flow 去問。咁其實只要你按住問題嘅 flow 去睇成篇文就夠啦。千祈唔好直接睇篇文。如果有一啲文章嘅結構分佈題目，例如叫你分段嘅時候，你就唔好做住先，擺到最尾先去做。一定要望住啲題目去睇篇文，再喺篇文入面嘗試揾翻個答案。揾到呢啲有範圍嘅問答字眼嘅時候，例如在第4段中，答案通常就會喺一定嘅範圍入面。你需要做嘅係咩呢？唔係讀晒成篇文，而係要鎖定喺呢個範圍入面，精讀呢一段就足夠啦。之後再嘗試喺呢一段入面揾翻啲答案出嚟。咁第3步啦，就係我哋要點樣揾一啲成篇文嘅立意主旨呢？其實我哋要掌握一下就係主旨嘅萬能句式。通常長題目都會直接涉及到成篇文嘅主題同埋立意。以下有2種框架可以幫你揾到成篇文章嘅立意。首先第一樣嘢，記敘文，通過記述什麼時，讚揚或者批評了什麼人或者形象，描寫了什麼人或者現象，抒發了作者什麼感情或者感悟。至於議論文，通過論證咗什麼觀點，表達咗什麼觀點，批評了什麼嘅社會現象，最後呼籲或者強調什麼道理。咁其實基本上就係呢2個框架，透過呢2個框架，我哋就可以揾到成篇文章嘅立意主旨。基本上喺做完閱讀理解嘅時候，完成呢3步就可以輕鬆解決到睇唔明呢篇文嘅最大問題。